前2则单日，我们看到的日本在面对乡下人因晒出去韩国老化的问题的时节，喺规个地方政府到民间乡下面对提出解决方式。我看到转来，我们台湾市政同乡下发展唔远，一切也係我们国泰嘅问题。政府应提出抢人归家乡嘅政策，尤其内政部营建署2008年都提出的人才东移计划。现在花莲嘅玉里、富里推动嘅慈松、关山、鹿野做示范期，鼓励西部嘅后生嘅再去发动核。虽然发动天气也按多年来陆续有后生嘅归家乡也算再去核，不过看那统计数字，推动呼吸晒出去嘅人，还係比晒入去嘅人加過多。推動嘅關山鎮呼吸體嘅人，還已經跌到9300人以下嘅，係全國前4個鎮。比幾多縣市嘅鄉人口還高少，上鄉人口數增越來越大，按用嚟面對再去東埔想要落錯下來嘅人，要頂上多多用嚟嘅問題，按人來聽數呢，向下來關心。工人北上降價，歸宿數嘅屯湖廟嘅放開來拓開來。200天風災過後，太麻里香蘭村張一田讓村到1分天嘅農業園，總算望到嘅工人來聽首長。其他嘅農業園本風災破壞過後，都無愛各種嘅，本但有打算愛歸家鄉嘅來嘢，也無愛多轉去嘅。像而家大塊嘅嘢，附近都充滿有樹，有差唔多4、5年啦。一曬後生對付卡4、5年無收入，咁樣幹啥啦？在後，人曬出去嘅韓國人按呢個情形，喺2009年8月風災過後，都發生過嘅。推動本單各分下來嘅人口負成長，喺第2年又跌到韓國人。8·8風災又因為家園受到破壞了，有些年輕人回來幫忙了，可是幫完忙之後，他們又離開了，因為他們在這邊不會有穩定的工作，他們還是會出外去謀生。我們在這邊吃飯的。後生人一撒撒曬出去，係草地里所旅遊嘅問題。鹿野雖然沙期，鹿現正按呢，每禮拜4由中度嘅老人家向下上課、向下食住，也順勢了解伊人嘅空間情形。冇後生人伊哋去煮菜做乜嘅都嚇，有一串冇一串，按樣人食啦。雖然係典型嘅農村，種水田過多，就算附近那個良田也得村，現在熱氣球觀光發展到猛一好。後生人除非有想愛耕種，希望係貴少有工作機會嘅。你啊種啊後生人自己留唔睇幾點，冇事後半幾都要做啊。既然留唔係菜田人，都鼓勵外種人曬過去。內政部營建署就東埔運輸發展策略2008年也推出的促進人才東移計劃，鼓勵都市嘅後生嘅曬去東埔核，同時現內推動慈松、關山、鹿野樣的鄉鎮做示範期。2012年還現內13人去慈松吃核國酒啊。屯鹿野良田老人會頭前嘅廣場跳下來，特別隻路嘅擺桌燈，賣自家做嘅做店。34歲嘅店頭家王遠前係台中人，當年都參加嘅係個長期嘅計劃，而係13人當中唯一留下來嘅人。幾多年都愛曬出去嘅草地里所，對有嘅後生人來講，實係一定好嘅里所。你出去就是高樓大廈，你看不到青山，看不到綠地，我會覺得說，在那樣的工作環境，對我來講會有壓迫感。路體強州里所多嘅林媽妹，也嘅曬去慈松、關山、鹿野嘅後生嘅，但論自家生產嘅農產品，也算手工做嘅東西來擺攤嘅。順後還有歌手提倡過嘅，也咪係今年呢鹿野人才東移計劃嘅其中一項活動，潘思熹響應下。有這個計劃的經費在協助啦，所以我們目前大概是做一個示範。
不过，执行持商人才动议计划20年嘅上乡顾问公司3年为，18年来，乡镇公所对这个计划各有各嘅想象，家家面到位如何行销判法通，应该要进一步提体制制度，整合出单一服务窗口，来屯上嘅赛过去嘅人听落错。还是一直都是专案性、活动性的方式在推，但是真正进到体制里头，明定 OK， 我有一个单一窗口，这件事情还没有被整合起来。那你不然会不理哦。对。对，要穿鞋子。对呀。要穿鞋子才不会被玻璃刺到，对不对？听论建育义务卡人嘅脚步，去到2000歲嘅200天風采過後，活當中可以採走嘅活卡。建育義務卡人對拖野帶來推動綠野，體驗落錯已經3年嘞。希望說來到我們家的一些朋友，然後可以感受到那個老屋的一些氣氛，所以他就有花一些心思去整理。建育綠卡200天風采過後，變那夫妻馬家，從舊唔拆的上夫皮骨，韓國新人嘅舊嘅東西，稀稀散散。本但忙亂愛修整屋檔，唔過屋主唔肯花錢來整，而呢都是有強勢黑大體零沙綠卡。因為他這個房子他以前也沒有打算要維修，所以我們進來要請他做一些更改的話，他也沒有要多花錢啊。比較多前新嘅위所好吃，建育一年內路去拜託，看有人很衰本一年報嘅冇。唔過在後2張日的還係無少無息，從安尼嘅情形，綠野其他想要賽過去嘅人也有多多。只唔簡單，能屯綠野運按水來嘅屋嘅整理清倉，來做平常時生活屯土匪創作嘅療癒群，按叫屋主也同地而講，屋嘅也要受到重視，一路會去尋新嘅位所去的。如果花了金錢，然後也花了時間心力的話，就會希望可以住久一點。但是這樣子條件的房子不多。現正賽過去嘅人，能賽去家下，家家如係現水屋，初地位所謂房創業，家家也係小街買賣嘅，貴少有小街水屋嘅。故所愛賽過去嘅人，是由自家米家米夫去問，也算意思朋友來聽書。唔過明明鄉下內路看得到標亞嘅韓國舊嘅空屋，沙水唔得到。像在農田的話，基本上要找地方住不太容易。空屋多，但是大家不太租給外地人。政府它是不是可以扮演起一個，就是第一個，它可以找到這些空屋的主人，它辦起媒合橋梁，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可以怎麼去談那一個長期租賃的可能性。唔過，過10年來，去嘅2-3批安多嘅土地價值，也實質到愛水屋嘅人負擔韓國大。自從關山綠野有到鄉鎮，有位菜地人講好價囤地買客，會使去過里片嘅市區。不太好租，因為這邊的地價往上的時候，像最近的租金，你以前這個租就是狀況很不好，還租3000，就是可能5000、7000，甚至是1萬以上的房子都有。他寧可把這邊的土地房子賣了，然後到台東市來，換更好的這個房子，然後離醫院啊，就這個各方面的這種生活機能條件都比較便利，比較方便的地方來居住。從人口能463人，離池上市中心差唔多5公里嘅復興村，也多年來總督嘅旅遊軌道嘅土地交易，啥一直看唔到有人使呢批，啥期也冇認證安尼變那個法律，等到還實施到冇加省，又想喺回家鄉嘅後生嘅愛買屋路難。目前幾塊地還沒有，他就養地啊，不知道他可能要轉賣吧。現在池上地很好價錢。在那個什麼，那個在街上啊，已經蓋好一間可以賣到1500。有一隻想要進來買，就是我講的那個已經漲到買不起，有沒有？12年前，現正歸上嘅港中02路屯科技業主管安尼嘅頭路刺客，對新竹賽去綠野，天天呢也有一群想愛做庶民自然農法嘅人賽過去路熟識嘅。就以來觀察，中國3鄉鎮很衰出去，後生人有哪一號嘅空屋已經一定少嘅。
伊认为政府假使真正要鼓励人才再去东部，应该对核地位所来做稀释，甚至是在屯轨道并阿给含嘅公家嘅屋沙筛出去。公家能整合些空屋，或者一些不管是不是乡公所管，甚至是中央单位管的这些空屋出来，然后让他们每一个有独立的空间，而且是租长约，不会让他们担心每一年都要搬走这件事情，是对他们有帮助的。公家机关是可以释出的，陈水市民其实会反而我会觉得这样对关山的人口增加或者是多元化来得很有帮助。台东中国三乡镇都带有一道的空屋，有一多人想要衰屋，甚至是呼吸体嘅人囤黑大嘅人有一太嘅所长，在去嘅人有时要用嚟的探索。就算人才东移计划已经作为半年呢，沙漠设计嘅疏失，因为缺乏实际上的相关数据的支持，真的就是很片段性的经验的累积，所以这个也会让我们在做一些政策的分析跟判断上，老实讲，并没有办法很周延。其实教育也算语文资源不足，韩国係許多有4人嘅家庭，細個起嘅有嗰不種要離開嘅主要原因，也係人才東移計劃唔實注意到嘅。從歸家鄉同江中嘅社頭，韓國火龍接下來嘅關山林。就算伊嘅事業為陸客人日常生活係垃圾，陸客人沙漠囤積窮下吃。我之前是在花蓮工作，然後後來才回來的。對，我太太跟小孩就都還在那邊。對，就沒有打算接回來。沒有，因為那個城鄉那個教育的差距太大了啦。所以他絕對很難是營建署一個單一部會的單一政策下所能夠去整個拉抬起來這個城鄉差距的問題，它必須從教育、經濟整個基礎環境各方面的這個整體的這個建構，才有辦法去消弭那個長久以來的那個城鄉差距的這個的 gap。照統計，台東遊客人數年4年增加，超過600萬人次。飯店、民宿、連鎖集中嘅人開，觀光產業各有發展，幾多嘅投入如等論人去做，韓人本人先做幸福樣式。不過台東嘅人口仍然係從了解供養，20年來少為13%，係人口減少幅度前大嘅樣式。市政屯鄉下嘅所長引來引離開，我們想辦法幫國區內提出有效嘅移出政策，難擺人口沒落，天初會產生韓國島嘅社會問題同成本。